大王闯过这一关，我就是你的女人。大王中蛊了。你这是在跟我打趣吗？姐姐，你可知道你为什么康复的这么快吗？才刚过了几个时辰，是义渠王用命救了你。姐姐中蛊太深了，本是无药可治的，可是老吴想出了用以命换命的办法，可是那蛊虫却偏偏在众多人中选中了大王。你说以命换命，如何换命？老吴施法，让大王把蛊虫引到了自己身上。蛊虫到了义渠君身上，那义渠君岂不性命攸关？他此刻在哪？在老吴的帐篷里。你带我去，我要去看他。姐姐，你病没好。姐姐，姐姐，继续下头吃，让你嚣张横行，换到我虎威手里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将军，义渠君好像情绪不好，定是那蛊虫在作怪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快，多加投掷，把火收旺了！看你蛊虫厉害，还是我虎威厉害？对，得烧死你，烧死你，烧死你！义渠君，义渠君，义渠君！大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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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，大王？老吴，义渠君怎么突然不好了？要正午，为何要等到正午才能点火？哎，早点火早收拾那蛊虫，有何不好？将军，老吴说什么了？完了！点火早了，大王的阳气不足，非但没有烧死那蛊虫，反而害了大王。是我害了大王，老吴，怎么办？老吴，怎么办呀？是我害了大王，你让那蛊虫来找我，我替大王偿命，老吴，我求你了，老吴，老吴，你替大王吧，老吴，老吴。大王醒了，大王，不怪你，不怪你，大王，大王，木西，义渠君怎么样？夫人，老吴本来有法子杀死蛊虫，救义渠君性命的，但因为我们在正午前点了炉火，没伤到蛊虫，反而害了义渠君。义渠君眼看不行了。义渠君，是我，芈月在这儿，你听到我说话了吗？你是我见过最不怕死的男子，你不怕死，你更该活。你想想，你还有多少事情未了，怎么能撒手而去呢？义渠君，你听到我说话了吗？定的，幸好你能留神。什么命定的？我不许你走，你听到了吗？你我的缘分，也就那么多了。我说过，
我说过不许你走，你听到了吗？我不许你走，我不许你走，你听到了吗？易曲曲，你说过我是你的女人，你还委屈我，如何让我做你的女人？啊！易曲曲，你是说不要当活人？你做我的女人。你越当众发誓，只要大王闯过这一关，我就是你的女人。你听到了吗？说话算数，做我的女人。算数，易曲曲。易曲曲，易曲曲，老五是正午了吗？快看看，快看看！大王是正午了，是正午了，大王是正午了。莲花，我今日要跟他拼了，非他即我，性命交给你们了。好，老吴，点火！老吴，快点火！快，点汤面，走，快！易曲曲，你放心，玉儿就在这儿陪你。老吴，